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不在，人生只剩归途。我好喜欢我是客家人的感觉，因为我比人家多了一个人家不知道的语言。我只要听到讲客家话，我就想跟他讲客家话。汉年哦，那里汉年啊，来屏东呀，没有的了。写作个哦，写作公某通用哦。我讲的好不好？客家话，它就是一个我打从出生到我一直不断的长大的过程当中，一直不想放掉的事情。那时候我有问阿婆说，为什么你不教我们？他说，因为想要方便跟你们沟通。到我这一代，变成是我连听都很少了，更何况讲是完全没有。我的团员蔡正，我得知他是客家人，然后我就会说，那你会客语吗？那你可以教我几句吗？就是我也想要学，说我可以讲什么，然后回家的时候可能可以跟我阿婆讲说，哦，我学到了什么客语。透過客家接到嘅條路哦，一種嘅條路為老外本來吼去想講，我對客家文化都有興趣。我老客家還係講客家文化之間有乜嘅關係？成法係講老客家文化連嘅動詞嘅話吼，你就會有黏黏嘅想愛去學客家嘅通力。語言係超重要嘅，冇語言就冇客家語。鼓勵後生人講嘅話，鼓勵喺你出去也來學來了解你是客家話，你是客家話就你是客家，和客家人就得重新有一個新的生命出來。極極會學啦，也學唔會慢，任何時候。我嚟學法客家話唔係慢，只要你學。雅雅卡比，你會講客家話哦？當然啦。希望，看那一片，那一個，事事講客，沙沙講客，講要錯嘅。